大家平時去街市買餸，有冇留意到一個好奇怪嘅現象？明明成個豬肉檔嘅豬肉，平時都要賣到40、50蚊一斤，甚至更貴，但係偏偏有時你會見到有啲檔口大大個牌寫住18蚊一斤。你以為自己意淫執到寶，一衝耳往就買幾斤返屋企？先咪住，呢個世界上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個18蚊一斤豬肉背後嘅驚人真相。呢啲都係內行人，即係啲豬肉佬、肉檔老細絕對唔敢公開講嘅秘密。聽完之後，保證你下次去街市買肉會精明好多，唔會再隨便俾人當係水魚咁宰。我哋首先要明白一個最基本嘅數。你想下，而家香港嘅物價升到幾高？一頭生豬由內地運到香港，經過屠房、批發、拍賣，再運到去各區嘅街市。呢度涉及嘅運輸成本、人工、鋪租，全部都係錢。正常一斤靚嘅梅頭或者排骨，點可能做到18蚊一斤？如果真係用呢個價錢賣俾你，個老細直頭係開善堂，直情要倒貼。咁點解佢哋仲可以大搖大擺咁寫住18蚊斤呢？其實呢個正正就係肉檔最常用嘅心理戰術，亦都係一個極大嘅糖衣陷阱。好多時，你行過去呢啲寫住18蚊斤嘅檔口，你同個伙計講要1斤，佢會好熱情咁問你想點煮，然後手起刀落斬咗一嚿望落去肥膩膩，甚至好似擺咗好耐嘅肉俾你。你定眼一睇，呢嚿肉根本唔係你想買嘅排骨或者瘦肉，而係成都係脂肪嘅肥豬肉，或者係俗稱下水嘅雜碎，甚至係一啲冇人要嘅橫脷豬頭肉。呢個時候，如果你話唔想要，個豬肉佬面色就會即刻變，語氣變得好差，話斬咗就一定要買。呢個就係佢哋嘅第一招，用極低嘅價錢吸引你埋嚟，然後將最冇價值、平時倒掉都嫌累贅嘅下腳料夾硬菜俾你。如果你話我唔要呢啲肥肉，我要嗰邊啲靚排骨或者梅頭，呢個時候個秘密就穿啦。個伙計會好輕描淡寫咁同你講，排骨啊，排骨係68蚊斤啊，18蚊斤係指呢堆肥肉咋。你望下個招牌，個18蚊字寫到有塊面咁大，但係旁邊個肥字或者指定部位個字就細到好似烏蠅屎咁，你唔戴老花眼鏡根本睇唔到。呢個就係街市好常見嘅掩眼法。佢用18蚊呢個數字做勾子，將你引過嚟，只要你一開口，佢就有辦法推銷其他貴肉俾你。或者利用香港人普遍唔好意思拒絕嘅心理，逼你買咗嚿根本唔想食嘅垃圾肥肉返屋企。不過，如果事情只係咁簡單，咁都未算最黑暗。最驚人嘅內幕係，有啲檔口真係會用18蚊買一啲望落去好似好正常嘅瘦肉或者排骨俾你。你可能會諗，哇，今次真係執到平嘢啦。但係你想下，肉檔老細都要食飯。佢點樣喺18蚊斤嘅情況下做到有錢賺？內行人就透露，呢啲極度便宜嘅豬肉，好大機會係所謂嘅僵屍肉或者走私肉。咩叫僵屍肉？意思即係一啲喺外國或者內地冷庫裏面擺咗好多年，甚至係幾十年嘅冷凍豬肉。呢啲肉因為存放時間太長，肉質已經完全變晒，甚至連入面嘅營養成分都流失晒。但係因為呢啲過期冷凍肉嘅批發價平到你無法想象，可能一斤只需要幾蚊鹹苦，所以有啲無良嘅黑心商販就會大量購入呢啲僵屍肉。但係僵屍肉係冰封嘅，而且顏色發白發暗，一睇就知道唔新鮮，街市街坊邊度會買啊？呢個時候，肉檔就會使出佢哋嘅化妝術，佢哋會將呢啲冰凍咗好耐嘅肉解凍，然後用一啲特殊嘅化學藥劑，例如係漂白劑或者係保鮮粉，去浸泡呢啲肉。經過處理之後，本來已經發臭變色嘅豬肉會重新變得紅潤有光澤，望落去好似啱啱燙好嘅新鮮豬肉咁。更重要嘅係，佢哋會將呢啲解凍肉溝埋落去當日新鮮到港嘅新鮮豬肉一齊賣。你以為自己用18蚊買到新鮮本地豬？其實你食緊嘅係幾年前甚至10幾年前喺唔知邊度冷凍嘅過期老肉。除咗僵屍肉之外，
仲有一種可能，就係所謂嘅問題豬肉。喺養殖豬隻嘅過程裏面，難免會有啲豬隻因為生病而死亡，或者係一啲未足月、發育欠佳嘅豬。按照法例，呢啲病死豬、問題豬係必須要集中銷毀，絕對唔可以流入口平市場。但係有利益嘅地方就有黑暗，有啲不法分子會偷偷地以極低嘅價錢收購呢啲病死豬，然後經過秘密加工，再運到一啲管理唔嚴格嘅私宰場進行屠宰。呢啲病死豬肉嘅成本幾乎係零，所以當佢哋流入到一啲不良肉檔嘅時候，就算賣18蚊一斤，利潤依然高達幾倍。但係呢啲肉入面含有大量嘅細菌、病毒，甚至可能殘留咗大量嘅抗生素同埋藥物。如果你唔好彩買咗呢啲肉返屋企煮俾屋企人食，輕則會肚痛、嘔吐、食物中毒，重則可能會影響身體健康，後果真係不堪設想。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唔係喎，我平時去開嗰檔18蚊斤嘅豬肉，我睇住佢由原隻豬度斬落嚟㗎喎，而且味道好似都冇乜嘢，呢個又點解釋呢？呢度就涉及肉檔嘅另一個核心秘密注水肉同埋神奇燈光。大家行街市嘅時候，有冇留意到不論係邊個肉檔，佢哋頭頂上面掛住嘅燈，全部都係發出住一種好詭異嘅紅光。呢種燈喺行內叫做生鮮燈。生鮮燈嘅原理好簡單，佢利用特定嘅紅色光源直射落去豬肉表面，在呢種紅光嘅照射下，不論舊豬肉本身幾咁蒼白，幾咁唔新鮮，甚至已經開始變質發青，睇落去都會變得非常鮮紅、肥瘦均勻，望落去汁水飽滿，令人非常有食慾。好多次你喺檔口睇覺得舊肉好靚，一返到屋企，喺自己廚房嘅白色日光燈下一睇，你會發現舊肉即刻現形，變得暗淡無光，甚至有陣死氣沉沉嘅死灰色。呢個就是生鮮燈帶嚟嘅視覺欺騙。而配合生鮮燈一齊使用嘅，就係傳聞中嘅注水肉。一斤豬肉如果正常賣要50蚊，但係如果我向呢嚿肉裏面注入2成嘅水，咁呢嚿肉嘅重量就增加咗。換句話說，你以為你買咗1斤肉，其實入面有2成全部都係化學水或者污水。不法商販會喺豬隻宰殺前後，利用高壓水槍將水由血管或者直接注入到豬嘅肌肉組織裏面。注咗水嘅豬肉體積會變大，重量會增加。如果一隻正常嘅豬可以出100斤肉，注水之後可能就變成120斤。咁樣一嚟，佢嘅成本自然大大降低。所以佢表面上賣18蚊一斤，但因為入面充滿咗水分，你買返屋企一落鑊煮，你就會發現成個鑊都係水，舊肉越煮越縮水，原本好大舊肉煮完之後縮到得反手指咁大。你表面上好似執咗便宜，但其實你用18蚊買咗一堆好貴嘅污水返屋企，計反條數，分分鐘比你直接買50蚊斤嘅正牌新鮮豬肉仲要貴。更加令人擔心嘅係，注水所用嘅水絕對唔會係我哋平時飲用嘅乾淨自來水。為咗增加肉嘅吸水能力，或者費事啲水咁快滲出嚟，佢哋好多時會喺水裏面加入一啲保水劑、工業鹽，甚至係污水。呢啲污水帶有大量嘅細菌，注入到豬肉裏面之後，會令到豬肉極快腐爛變質。但因為有生鮮燈遮住，加上肉檔會用大量嘅冰塊鎮住，你喺買嘅嗰一刻根本察覺唔到。除咗以上呢幾種惡劣嘅手法之外，內行人仲透露咗一個有關部位置換嘅肉檔小花招。好多街坊去買豬肉都中意買梅頭肉，因為梅頭肉肥瘦均勻，煮出嚟又腍又滑。但一隻豬裏面真正稱得上係上等梅頭肉嘅部位其實好少。當大家都爭住要梅頭，而18蚊斤嘅噱頭又引咗大批人嚟嘅時候，肉檔會點做呢？佢哋會用一啲外觀好相似，但係質地差好遠嘅部位去冒充。例如，佢哋會用豬頸肉下面嘅一啲雜碎肉，或者係靠近線骨嘅普通瘦肉，經過精修之後，將表面嘅雜質切走，擺喺台面當成梅頭肉去賣。對於一般唔係經常入廚房，或者對豬肉結構唔太熟悉嘅後生仔或者街坊嚟講，根本分唔出分別。你以為自己用18蚊買到平靚正嘅梅頭肉，
返到屋企一炒，點知硬到好似食鞋底咁，呢個時候你先知自己中咗招。講到呢度，大家應該明白，街市裏面呢啲所謂嘅18蚊一斤豬肉，背後其實隱藏住一條由過期肉、注水肉、生鮮燈同埋銷售話術交織而成嘅黑色產業鏈。天下間冇免費嘅午餐，商家開門做生意，目的就係要賺錢，絕對唔會做蝕本生意。當一個商品嘅價格遠遠低於佢合理嘅市場成本嘅時候，咁佢一定係喺某啲你睇唔到嘅地方動咗手腳。咁作為精明嘅香港市民，我哋平時去街市買豬肉嘅時候，到底應該點樣做，先可以避免踩入呢啲18蚊斤嘅肉檔陷阱，買到真正安全、新鮮又好食嘅豬肉呢？內行人就教咗我哋幾個非常實用嘅鑑別方法。第一招，叫動手動腳。買豬肉嘅時候，唔好淨係用眼睇，因為眼會俾生鮮燈呃到。你要主動要求或者留意個豬肉佬用條毛巾抹肉嘅動作，或者如果可以嘅話，自己觀察下嚿肉嘅彈性。新鮮嘅豬肉，你用手指輕輕壓落去，佢嘅彈性好好，凹陷落去嘅地方會即刻彈反起嚟。而且新鮮豬肉嘅表面微乾或者微濕，摸上去會有一種黏手嘅感覺，呢個係肉類本身嘅蛋白質黏性。但係如果你摸落去，發現嚿肉死實實，冚落去一個凹坑，完全唔識彈反起，或者摸落去滑潺潺，甚至有大量水分滲出，咁呢嚿肉一係就係擺咗好耐嘅解凍肉，一係就係注水肉，千祈唔好買。第二招，叫走出光圈。既然生鮮燈咁犀利，可以將醜婦化妝成美女，咁我哋就將嚿肉帶嚟生鮮燈嘅範圍。當個豬肉佬拿住嚿肉準備切俾你嘅時候，你叫佢拿高少少，或者拿到檔口外面有自然光或者普通白色日光燈照射嘅地方俾你睇清楚。喺正常嘅光線之下，新鮮嘅豬肉應該呈現出一種淡粉紅色或者乳白色嘅脂肪，成嚿肉望落去好自然。如果喺自然光下，嚿肉呈現出暗紅色、發青或者脂肪部位發黃，咁嚿肉肯定有問題，即刻轉身走人。第三招，叫用鼻聞味。新鮮嘅豬肉只會有一種淡淡嘅生肉鮮味，唔會有其他異味。但係如果是經過化學藥水處理，或者已經開始變質嘅肉，就算被掩蓋得再好，你只要湊近一聞，多多少少都會聞到一陣隱隱約約嘅酸味、化學藥水味，或者係一陣死肉嘅腐臭味。只要聞到有一絲唔尋常嘅味道，就算佢賣5蚊一斤，都絕對唔好攞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嚟賭。最後，我想同大家講，買餸最緊要係買得安心，食得放心。一分錢一分貨呢句老話，由古至今都係街市嘅至理名言。嗰些表面上好似好划算嘅超低價豬肉，往往背後需要你付出更大嘅代價，可能係金錢上嘅變相損失，更可能係無法挽回嘅身體健康。下次大家再去行街市，見到18蚊一斤豬肉呢個牌子嘅時候，記得保持冷靜，用今日學到嘅呢啲內行知識，行過去望兩眼，心知肚明就夠啦，然後轉身去揾一間信譽良好、價格合理嘅正當肉檔買肉，做個精明嘅消費者，先至係對屋企人最大嘅保障。